因为那时候前面有赚了一些钱，账上有一些钱，然后刚好又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创投又投资我们，那加总起来大概有2亿多。那当时我大概可能30岁不到29，那我就觉得哇，有2亿多要开始去创业，要开始去冲刺市场，应该是蛮容易的。所以我就全台湾的到处的百货公司都到处去就设点。然后那时候最高的时候，餐厅有40几家，对，然后40几家餐厅，其实一个不小心就人员就失控了。真的，餐厅的那个师傅的训练不是像手摇饮啊这么简单，他可能一个师傅的养成要半年、1年，对，那种我们那时候马步都还没扎稳，应该说婴儿时期，但是就想要快步跑，所以一个不小心就整个就崩盘。所以最高的时候崩盘那时候很惨。最高的时候，那时候负债6000多万，然后负债6000多万还是把前面2亿多赔掉。我奶奶就有一个配方，就是做那个凤梨糖水很厉害，凤梨冰很厉害。那我那时候要创这个品牌的时候，我就想要，因为我觉得当时市面上大家都是用浓缩果酱在做水果茶，我就不想要用浓缩果酱。那我小时候我就看着我奶奶在熬那个凤梨酱啊，加水果去熬凤梨酱，那我就灵机一动，我就想说，那我有没有可能去跟奶奶要这个做法配方？哦，奶奶那时候80几岁，我就跟她要这个配方。对，我奶奶现在93岁了，连我到机场，她还把我拍下来，丢到那个平台上面，我都很怕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延烧，骂声不断，然后我都很怕那个机场的时候啊，那个被人家指指点点，对。那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生意人，绝对都不会想要碰贞子。那我也是，那已经被卷入了，我们就只能赶快祈求这个风暴赶快过去啊，然后保持乐观啊。已经关了30几家，准备再关的还有20家。那大概会到，可能就是到这样，大概去到这里大概止血啊。可是就是很可惜，那50家的加盟主，对，因为其实人家也是很信任我们，然后信任这个产品来加盟一方。可是这个政治事件一下去的时候是很无力的，就是说无力到你不管产品再强，或者你的行销再强，你的地点再好，它就是意识形态的部门。对，那真的是无奈，那就让它对时间再调整一下吧。但是我们真的还是在努力做该做的事情，对。